各位乡亲老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新北树林的6个警察为着要抓通缉的外籍移工，昨昏下区去甲新竹湖口抓人，结果伫咧过程当中，逃走的移工说是举刀啊，甲一个警察，也有甲另外一个来斗3工的移工扑着伤。交在这2个人是无性命的危险。那新竹警方嘛派袂少卡手伫咧斗找即个逃走的移工，不过到昨昏暗时11点外是要找无人。大批警力出动，野手电一站一站搜查。昨日暗7点外，新北市树林分局侦察队6个人，路南跨区到新竹县湖口乡，对抓被通缉的4名越南籍移工。无想到讲，这个移工一落楼梯，看到这么多警察，情绪激动，也到台上就位姓陈的警察，也有协助警方的姓的移工。我跑那边的嘛，他还去看了，他用刀子，然后是。他拿刀就卡地上，然后是我的很多流血出来了。4团的警察按过那被抬着伤，康是有20公分，送去病填4针，好在知影人无大碍。新竹警方接到报案了，随派警力到现场支援，搜查附近的命题也有注定。不过这个4地移工已经无看人。原本是在这种宿舍，然后结果可能是外劳逃逸，可能就是因为跳脱，可能就是可能。警方可能是怀疑是可能挑衅我们前方这一个民宅。这个32岁逃走的4地越南籍移工，因为毒品案加妨害自由案件被通缉，警方一栋一栋、一站一站搜查，拢无找到人。因为天黑嘛，搜查无用记，暗时11点外先收队撤离。今仔日树林警方嘅统计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第二日彰化溪湖分局的警察，因为抓了唔到人。害一个17岁少年家，规个面是摔甲流血流滴。我哋警方敢若是甲所长记新界一记，说是去互民众批评讲安尼发了伤轻。彰化县警察局宣布佮加重处分，抓人的这3个警察拢按照业务过失伤害来上班。少年骑脚踏车准备要转去，雄雄互一台轿车砸落来。落车人讲无2个月就要动手抓人，其实因是彰化溪湖分局保险分组所的所长甲员警，不过少年唔知因是警察，就是对方要绑票，伊换身就走。在这过程当中，少年无细致，撞到边的铁牛仔，流血流地。不过3个警察竟然是抓到人。警察哪有做错误的代志啊？对无？啊，3个工伫咧头壳食土，听足艰苦的啦，这要人猛抓，当然倒一个无一定惊啦，当做歹人啦，换长我嘛会惊啦，咁唔是遐单意啦。警方抓到人，佮害少年面受伤天17针，虽然少年家属事后真低调，不过当地民众甲厝边拢为依法冤枉，批评警方做代志真凊彩。警方事后解释，并不是办案抓到人，只是顺路拿查。不过第一时间分局干来针对错班的所长，处新界一摆引起民众不满。彰化县警察局经过2天的调查，昨日公布上新的处罚。本案员警穿着便服。未出示证件，依法定程序盘查，违反勤务纪律，所长从重记过处分，并调整非主管职务，另2名员警各以申诫处分，分长监督不周，申诫处分。对了，抓到人的3名员警，溪湖分局长也连做处分。员警执行职务造成民众伤害，也照牵涉业务过失伤害，移请彰化地检署依法侦办。彰化县警局表示，会将化县警执法定事甲观念，防止同款意外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前立委黄国昌甲网络红人馆长发起公平正义救台湾的集会。诉求司法改革，甲落实基础正义。昨昏要1万人去开刀，发出因的不满。若要拼选总统的郭文哲、侯友宜，还有郭台铭，因3个人是拢招到位。侯友宜伫上台讲话的时阵，那像是讲了伤久，去互台下的民众甲发落台。
不过嘛，想袂到这场公民运动尾手煞是变做总统候选人另外一种拼场的场面。政治委黄国昌甲万安馆长陈志涵发起公平正义救台湾集会，16下晡伫开道，诉求政府司法改革甲落实基础正义，欠将近1万人。不过黄国昌徛家最近也出违建占用国有地证据，互外界质疑活动正当性不高。而寄存的老违建，我说过了，依照政府的认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有特权，更不会去关说。李强调，家己被回避法律责任，同时批评民进党政府无能搞定回应民众心声，因为那被定刑是要选总统大会的国民党侯友宜甲郭台铭拢搞定相关，今后静待地数。不能在民进党再继续的傲慢下去。如果他们再傲慢下去，我们怎么办？用选票把他们换掉。我要等他讲，我要跟他学习怎么讲话。那跟侯市长要学习吗？那要跟侯市长学习怎么讲话吗？不要看太阳热。郭台铭原本要等国民党地数，不过该由侯友宜先讲话，郭台铭只听者就先离开。侯友宜也因为地数先过长，引起群众嘘声。我们用一波一波的浪潮来推倒民进党的高墙。让侯友宜来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有感，让人民有感，我会做到，我相信。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这里，甚至有些人还把小朋友都带来。我知道大家都是期望说我们有一个未来。我常说年轻人不怕辛苦，但是最怕说没有希望。国民党第3人当中，最后讲话受到热情的欢迎，也和一场公民运动，加做总统候选人拼进去的定位场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这场开道的集会，赖清德昨昏是无去。民进党昨昏伫咧圆山饭店办专大会，总统蔡英文授旗予赖清德，营造团结的气氛。也拿赖清德伊讲，已经准备好势，要甲后一个阶段执政的任务甲接起来。针对开道的集会，伊讲会认真看待所有对政府的批评，加做未来改变的动力。总统蔡英文交棒予赖清德，营造大团结的气势。民进党全代会16选伫创党的圆山饭店登场，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的赖清德表示，已经伫旧调做好热身，要扛起下一阶段执政的责任，也对前立委黄国昌发起的开道活动做出回应。今天在凯道上有一个集会，这是民主的常态。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声音，不以人废言，也不因为他们人数的多寡。我们听到了建设性的批评，我们必须采纳。赖清德讲，会甲倾听声音，加做未来改变的动力，也推动国家希望工程。以4大基调展现追求民主和平的决心。而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讲到这4年的政绩，呼吁拢推举赖清德，也要拼国会过半席次。我相信赖清德能够在新的变局中接棒蔡英文，稳健带领台湾继续前进。这几年来，更是做足了准备，是最能为台湾守住国家利益、阻挡专制威胁，在民主道路上壮大台湾的最大人选。大会宣言也强调，2020次大选是民主甲专制决定，更加是落实责任政治的使命。全大会中也通过《公职候选人提名条例》第6条修正案，禁止乌金庆毒参选，展现民进党改革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是真烧热，气象局针对9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温度上悬可能会到36度。另外，泰利风台目前是假向广东去，未直接影响咱台湾。不过，上近伫拜四会出现今年第5号风台。咱做伙来看分图。这2天受到低压带影响，东半部、南部、恒春半岛、偏湖甲金门拢会落短暂雨。也那西半部甲山区过昼会落雷公雨。温度方面，今仔日的天气温度也是真烧热。气象局针对台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
台南、高雄、屏东，也有台东发布高温的警示，温度上悬可能会到36度。另外，泰利风台目前是加向广东去，对咱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东沙岛较会透风落雨。因为今年第5号的风台度数热，上紧伫拜四就会形成，可能为拜六开始就会影响咱台湾的天气。受到泰利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南的沿海地势较低7股，涨水过头了后就落大雨。而且当地拄好伫个时间，甲水闸门关起来，致使水汹下袂离，引起人家厝内底附近10外户水是规拢灌入去。这水因过排水沟甲大路无石墩根本分袂清楚倒一边是路。受泰利风台外围云系影响，台南滨海地区地势较低7股3股里，16点到11点外落大雨，水一了就淹入徛街，大约10到20公分。碰伊拢泡水，差点仔淹到冰箱，方面就是真无奈。碰伊嘛拢差不多下伊啊。系啊。啊，甲形容安尼会惊有惊到无啊？哦，老岁仔住伫遮惊一个。根据统计，当地大约有10户到20户徛街淹水，消防局接报了后，知影里内有护林人因为进前受伤，行动无方便，为确保安全，赶紧派人到现场协助有防性撤离。阮即马新建即个水门遮吼，设施因为去挡着水，毋过咱第一时间是有甲厂商联系，因就赶紧派人来将即个太空包甲扭开。李长讲，当地正伫个水甲雨花贴管抽水平台设置这水利工程，目的正是要防止淹水。无受到厂商因为灌井这工程，暂时甲水闸门关起来，反倒当造成淹水。加在水闸门拍开了后，这水下晡已经退去啊。而这波落雨恐惊落到18。礼拜1、礼拜2，整个台湾附近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环境上还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在礼拜1的下半天，接着礼拜2的水汽是特别多的。气象局讲，泰利风台有机会增强为中度风台，不过对台湾无直接影响。这种要一个热带扰动伫菲律宾东方海面发展，有估伫22、23有机会发展成做风台，向西北西前进。也不过这路向甲强度仍然需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引用人工智慧的风潮，有风声讲台积电改变高雄建厂的计划，把原地制停改做是更较先进、自来米的制停，而且东部伫咧南北进行。新竹、甲宝山厂也有高雄厂，会伫咧差不多的时间内完成无尘室甲机电工程，按算伫咧2025年的下半年就会量产。咱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国建署上新的调查，女性生产了后的1个月，有伫咧饲母乳的比例对2021年70.8%，到去年剩52.1%。有饲到6个月是搁较少，敢若剩4.9%。除了可能是领无够、做工课无方便的因素，嘛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最近这几年，小连续有私立大学退场，校地再利用受到大家关注。台南市的台湾首府大学7月31日就会收起来，也若分林环球科大按算明年退场。县市政府会争取来接管学校的土地，也若已经退场的苗栗阿大，也有屏东永达这2间技术学院，学校是已经拍远，甚至是传出学校的财产去用偷摕情形。也若民众是烦恼，会恐惊会出现治安的问题。咱来看消炎止痛药的成分代克菲钠 （Diclofenac）， 酸痛药物内底常常拢会有这个成分。敢若伫2021年，健保申报就超过1亿。不过，这种药嘛有可能会引起头壳痛、甲过敏的情形。目前受到药害救济案件，都已经有100多件。医师呼吁，药部若是踏落了后，人颠倒搁较无爽快，就赶紧爱去医生看。手酸痛马上打酸痛药布，酸痛药布用量大，真简单伫药局都买得到。毋过这药布当中，常常含有止痛消炎的药啊成分代克菲钠，这成分拿做药品，也是用来缓解筋膜酸痛，或者是头壳痛，所可能的目睭症这不良过敏反应。酸痛吃了这个消炎止痛药之后的话，我又贴了贴布，就会造成剂量过重的情形出现。它也不是一个过敏原的基因检测的一个方向，这样子一个
相似就对了，所以我们在检测可能检测不出来。根据药害救济统计，前几名可疑药品是痛风药啊、抗忧心药啊、血路药啊为主，戴克菲那是排第5。医生建议，若用药了后出现目睭肿、喘气困难，或者是轻切膜这症状，要赶紧看医生。眼睛啊肿起来，会到水肿啊，有的是会造成那个皮肤会溃烂、起水泡来，所以因为它这个药量大嘛，所以用量大，所以当然救济人就比较多嘛，只能说早期有发现，赶快要就医了。医师强调，若第一摆过敏无严重，常常未去警觉到，若无赶紧换药啊，一摆用药都可能会加重过敏的反应，所以提醒民众，若是过敏体质，上好是先问医生，再个用药啊，较保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根据气象预报的资料，南澳未来这几日天，恐惊是会出现历史性创纪录的高温。意大利16针对16个城市发布天气烧热红色的警报。西班牙火烧山的情形目前嘛已经失去控制，当局是赶紧把几啊千人疏开。那希腊嘛因为高温的警戒，旅游业嘛受到真大冲击。至少10座空中救援加地面300位消防员全力地控制拉巴马岛的森林大火，至少4000人被铁力车警戒驱赶。民众因为担心拢困袂落眠，全国的温度可能拢伫咧摄氏25度以上。Intentar también salvar la casa, porque por la noche se va a meter viento de arriba hacia abajo, y si esto no lo tenemos cerrado ahora, se nos puede saltar el barranco. 自17开始，温度会更加悬。伫南部的塞维利亚附近的瓜达基维火国的温度有可能升到摄氏44度。西班牙、意大利甲希腊已经连续几落天温度拢称正悬。意大利伫16针对16座城市发高温的红色警戒。新的高气压卡戎正自北非向南平线，有一寡地区温度可能会升到摄氏45度。接落来几天，南澳的温度可能会创新悬。We have recorded last week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up to 60 degrees Celsius. So now this is not air temperature in the meteorological sense, but it indicates the actual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surface, and we believe that it will intensify. But for July, for next week, we see another heat wave reaching southern Europe with even higher temperature, and that's really 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希腊也因为天气热，旅游业受到影响。雅典的卫城伫顶礼拜上热一天关起来，保护游客。根据最近伫咧自然期刊所发表的一篇研究，2022年热天破纪录的高温，已经伫欧洲造成61000人死亡。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热天气发生的频率愈来愈悬，持续的时间愈来愈长。天气热可能会造成裂衰竭、严重脱水，增加心脏病加中风的风险，也会影响建筑运输等行业，也可冲击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爱赶紧有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咱来关心韩国第这几日天雨势都无休。真侪所在拢伫咧做大水，目前上无已经造成35个人死亡，10个人失踪。其中上较严重的是伫咧青州市，有一个地下道是规个淹起，包括一台公车，也佫有15台车等等是拢淹伫下底。消防人员去现场赶紧甲水抽出来，入去救人，不过也是有8人已经不幸过往。红色公车予大水淹去，这阵车顶出现伫水面面顶，救援人员伫车顶豆豆锁顶动，有部分队员佮泡伫水内底，确认车内状况。韩国为13开始，国内各地受到暴雨影响，开始做大水，发生土石流、爆发放弃淹水的状况，超过7500个人紧急撤离家园。中清北道的青州市有松义公平地下泵坑，为25开始就有水一直流入去泵坑。一台公车因为暴雨造成原本行车的路线互封锁，临时改变路线。伫经过这个地下泵坑的时阵，附近的米乌港爆发放气，大水汹汹流入去泵坑，包括公车顶25台车拢互淹起，造成真侪人死伤失踪。지금 저희가 30여 명을 2인 1조로다가 조를 편성을 해서 지금 순차적으로다가 좀 교대 형태로다가 이렇게 지금 수색을 하고 있습니다. 한 분을 더 수습을 해서 금일은 6분을 수습을 했습니다.
救援人员用真侪台大型抽水机甲地下泵坑的水抽离了后，暂时公车甲小客车这车辆已经为泵坑拖走。二人伫国外做外交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已经要求调动所有会当用的资源去救援，不望减少人员的伤亡。同款暴雨做大水的，还有印度新德里的雅穆纳河水位达到208公尺。创下45冬来的历史新高，体力民众只会当伫马路边搭临时布棚避难，嫌过简单的布棚嘛一直漏水。हमें आइडिया नहीं था कि इतना पानी आएगा हमारे एकदम से पानी चढ़ा उस टाइम पे हमने सामान भी नहीं निकाला。印度气象局表示，为7月开始累计到15月平均降雨量已经达到309毫米，是12冬来同期纪录的第3高。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阿根廷钱变薄的情形是真严重。因国家的货币批数已经无值钱啊，所以真侪厝头家伫咧收租金的时阵是干那收美金尔。而且阿根廷政府嘛定出限制，租金一年上济干那会当起1%，不过遐个物价煞是翻倍伫咧起，对这厝主来讲根本就算袂好，所以真侪厝主规气就安尼无爱阁衰人啊。等到还有需求的人要租一间厝是真困难。33岁的 Martina 是一位学者，翁婿是电脑工程师，就算收入袂较歹，这对翁某也是真歹找到厝通睡，只好暂时带囡仔搬转去甲爸母住做伙。Y cada vez ese valor le fue ganando más a nuestro salario, entonces ya es como bueno. Uno de los dos sueldos tendría que pagar el alquiler e ir viendo。同款是伫阿根廷为纽西兰来遮工作的 Larson， 真简单，就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一间条件真好的厝。If I was flashing in London and paying the price that I'm paying here, I'd be living in a shoebox. But here I can actually live in my own place, have my own space and everything else. Larson 会当伫阿根廷住甲遮舒适，上主要的原因，因为伊是用美金来付厝租。阿根廷这2年来通货膨胀的情形非常严重，国家的货币批数的价值直落。专门伫介绍厝的中人公司讲，即马完全无厝头家要用批数来收厝租，所有的厝租拢要求爱付美金。所以，若想要洗厝，真侪人就只好去乌市将批数换做美金。另外一方面，因为阿根廷伫2020年通过一项法令，要求厝头家每年的厝租上最干那会当起1%，而且契约至少爱拍3年。这原本是为了保障厝卡的权益，但是即马煞变做真侪厝头家甘愿互厝空咧遐，嘛无想要了钱衰人。Desde el punto que en un año no puedes hacer un ajuste cuando tenés una inflación actualmente alrededor del 130%。介绍厝的中人公司讲，就是因为会当睡的厝太少，所以便若有空厝要睡人，相片一打出来，随就去互订去啊。O sea, te preguntan la posibilidad de poder reservar el departamento sin ni siquiera verlo。阿根廷的学术研究单位讲，这是阿根廷的房厝市场30年来上界严重的危机。政府必须要赶紧想办法稳定经济状况，同时要刺激鼓励房厝的市场，增加供应量，才会当解决伫家己的国家煞无法度用家己国家的货币来洗厝，有钱嘛无厝通睡的困境。记者甘会恁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新版反间谍法生效，一寡韩国企业受到攻击、限制或者是封杀。根据英国《Times》报道，真侪企业长期咧甲因伫中国的资讯科技系统，甲全球其他地区的系统分开，因用敏感资讯受到北京的审查甲监管。来看美国提供急速火药是已经送去乌克兰啊。罗西亚总统普京讲，到目前为止，罗西亚也未伫咧对乌克兰的战争当中来使用过这种炸弹，而且警告莫斯科库存是真充足。乌克兰若是敢使用，罗西亚就会保留采取相关行动的权利。来关心美国地质调查所通报阿拉斯加半岛的近海，昨天发生规模7.4的地震，了后修正做7.2。那地震的深度是由9.3公里修正做32.6公里。美国有发布海啸的警报，不过过无偌久就解除啊。目前是还无收到相关的损害或者是伤亡的通报。再来，咱来看下太平洋东坡全面进步协定，也就是咱讲的 CPTPP。16召开部长级的会议，签准英国入会文件，嘛准备要讨论入会新的申请。其中上届受到关注的，就是咱台湾甲中国的申请。咱国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
伊讲台湾已经准备好势啊，经贸法规拢是相关的标准，希望 CPTPP 会当赶紧审查。跨太平洋海盘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15、16在纽西兰召开部长级会议，首要就是要签署英国的入会议定书，预计2024年全面生效，正做 CPTPP 的第12个成员国。同时也渴望讨论台湾的入会申请案。行政院经贸办总谈判代表郑进中讲，台湾准备好啊，经贸法规体制拢符合高标准。如果他们的决定要开始审查台湾的入会案的话。我们自己相当有信心。我们觉得我们的贸易体制啊，我们所有台湾的政府法规制度都非常的公开透明，1年半多了。那么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早点有机会开始审查我们的入会案。郑进中表示，期待 CPTPP 会再维持高标准的原则，希望能就台湾入会成立工作小组，会密切注意会议的结果。即阵已经递交申请加入的国家有中国台湾、哥斯达黎加、乌拉圭，抑个厄瓜多甲乌克兰，有2方同时申请。中国又比台湾较早1礼拜内提出申请，传出 CPTPP 对申请案件无共识。国际上的惯例都是两岸先后或是技术性的一起加入，它不是仅是看这个经济条件哈。很多时候是会有政治力的一个介入。国际关心台湾甲中国入会申请案，外国媒体报道有一寡 CPTPP 成员国支持同时来审查，会避免伫中国甲台湾中间做出选择。另外 ，CPTPP 高标准的协定对中国来讲加入障碍无税。澳洲的贸易官员就讲，中国伫短期内无什么希望会使加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是一直真关心咱台海局势。有美国媒体就讲，美国甲日本最近这几年来，拢伫咧敲测台湾若是出代志的应变计划。不过，敢会出兵来甲咱台湾斗相共呢？日本政府是要唔敢敢保证。有学者就讲，就算日本无法度介入战争，也是会提供物资来甲咱斗相共。国防部公布，15到16早时6点为止，伊佫查到5架次的中共军舰、10架次中共军机侵入台湾，台海局势紧张。华年国日报报道，美国甲日本军方最近1年外来，一直为台湾有代志来制定应变的计划，演练对策。也毋过考虑国内反战的民意，也佫无想要甲中国正面的冲突这顾虑。日本政府对着是毋是出兵来参战协防台湾，一直无愿意互这个方面的承诺。依照美日安保的这个规范，也就是美国如果介入在台海的军事冲突，那么日本很可能就是会提供这个后勤的保障，支援美军或其他盟军的这个油弹补给，或者是作战装备的这个修护，或者提供这个起降场或者是港口。人者伫日本参谋史上头一场民间美日台联合兵推的学者苏志芬指出，日本若是因为宪法方面的限制，我都直接来介入战争，伊愿经由提供物资来支援美军。而拄落幕的第56届东协外长会议中，美国、日本、韩国代表分别会晤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时，也拢强调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We're concerned by the PRC's increasing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and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United States also seeks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which is in the interest of all nation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协会议上指出，全球超过半数国际货运每天通过台海，而且全球70%以上半导体受台湾来制造。台海和平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搁再讲到美方持续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行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即马诈骗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而且手路嘛百款。有电子支付的业者就反映讲，因甲银行之间的沟通受到阻碍，地事想要阻挡诈骗，清在就慢人一脚步。金管会银行局表示，银行甲电子支付机构的合作，确实是要有改善的空间。未来嘛检讨甲强化双边联防的机制。300万你也不要去混。警察接到报案是赶去银行，因为新北市一位60几岁婚龄人伫咧 FB 实在一位网友，叫伊去投资加密货币。
谢谢你啊。知影这个嫌疑人和诈骗集团骗去，行员赶紧通知警方来阻挡，结果获以300多万辛辛苦苦欠的钱，被人骗去。在网络认识一名网友，双方加入赖后，对方谎称可依其指示投资虚拟货币，获利丰厚，陈女不疑有他变至银行汇款。因为不法集团想准到交易货币，所以钱会当设长点，和钱入袂大。除了用这种手法犯罪手法，怎么连电子支付也真济防止诈骗的破口。就电子支付的业者反映讲，甲银行端伫咧交流时阵被挡落，敢若是银行的隐形性警示口座的资讯，无法度知影，也无法度及时掌握人头口座的资讯，造成防止诈骗总是慢一步。银行之间有一个圈，那电子支付机构之间有一个圈，那可能这中间还没有完全那么互通。未来就是说，我们会让它这2个资料库把它结合在一起。对此，银行局回应讲，无共银行之间的联防机制已经愈来愈完备。不过，亲像银行甲电子支付跨机构的合作，也可能因为资讯交流受到限制，以后将会加强并且改善。只是问题就要赶紧解决，才袂失去黄金时间，和电子支付变做后一个诈骗的形态。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推动友善药检的环境，政府新增加劳工产检假，甲配偶陪产检、陪产假2天，薪水由政府全额来补贴。因为今年已经有10万人申请，预算不够。为求劳动部就甲就业保险基金，搁借贷3562万来运用。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嘛引起大家讨论。摸到拄则出世3个月查某囝，打互伊困。政府为着要杀有限药理，怎么有劳工的产检假，加配偶的陪产检加陪产假2天，鼓励大家生囡仔。劳动部伫2021年向就业保险基金借2亿来执行。继当年性病法修正通过，由公务省支出这2天的薪水，民众认为这项政策加减有帮助。产检假跟陪产假就是会让我在工作的当下压力比较小，就是请假的部分。我如果有一些担心小 baby 的状况，其实他可以跟我一起来，就是共同聆听医生的一些建议。其实当有一些政府提供的法案让其实是劳工本身就被这样的法案去保障的话，那我觉得是好的。不过今年才发生，因为预算编列不够，劳动部只好各向就业保险基金借3562万来周转。因为当时的数据是，我们的法令才刚开办不久，所以在那个时候能够采用的推估的数字是比较低估的一个数字。政府大概在推动一个政策的时候，是不是做好了前置的这些的，就是影响的一些评估啦，背景的数据来做推估？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回归到政府这边再去做思考的。劳动部是讲，是因为预算编列的时间较早，资料无够推估，强调估计今年全年可能会有23000人申请，所以来会利用这个数据编列相关预算。妇女团体是认为，政府要杀政策鼓励大家生囡仔，就应该做好事先的评估，才当让民众感受到政府的用心。记者综合报道。嘉义金虎夜会10个射警的活动发生爆炸，造成28人受伤，上细汉的才敢若2岁尔。目前也有7个人伫住院。根据消防初步的调查，应该毋是放烟火所致，因怀疑是边仔的粪扫地啊，温度向呛悬。才会爆炸。现场有封锁线4个拢是塑胶耳仔。16透早，员警继续伫现场勘查相关物证。嘉义河林警金虎夜会前一暗交警活动的爆炸事故，总共有28人受伤。很多小碎的东西，这些都是垃圾袋，需要我们带查证的东西。所以我们垃圾袋在很热、很多的气体之下，它会膨胀很高。消防局初步排除烟火甲人为爆裂物的可能，研判是气爆，因为爆炸点准备少粪扫，而且有冲爆喷出来混液，怀疑气爆原因可能是塑胶袋啊原温气爆，不过有关要进一步调查。爆炸声了后，现场陷入混乱，差不多2万人参加活动。15暗时将近10点，在金站路甲永乐街口的路子平台附近发生爆炸，造成7个人受伤送医，其中包含未成年的囡仔。馆内内底带回铁片，是为伤者翁妈妈伤口提出来。伊甲13岁后生迄时阵伫布袋头前，伊的后生被3块铁片插入腹肚。
就是说还要再加护病房观察，因为他胃部还有那个脾脏都有缝合，从后面穿到前面。每一个医院都派驻人员在现场协助这个病患还有家属来解决相关医疗的问题。受伤28人当中，除了7人因为玻璃擦伤或者是受伤的治疗当中，其他已经出院。主办单位在代志发生的时阵已经停止活动，表示配合警消调查事故，佮提供伤者相关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婚姻馆的天狗日是持续伫拖，目前累计已经有33例，因为烦恼会继续拖开，官府毋但扩大消毒，佮派空翕机。若是找到水会丢积的地鼠会生蠓虫的所在，都会罚1200块至6000块。目前是已经开出17张罚单。环保局人员操作空白机，对天顶、伫社区内面巡检，若是鼎内面或者是树林内面有发现可疑的积水容器，空白机随背壳机来确认，结果通知地面人员去现场检查，果然发现伫咧桶仔内面有蠓仔幼虫水栖。这是你这份倒出来，嘿，我拄刚有落去啊。即摆这有蠓虫，你看这个有哦，这拢是绝绝啦吼，你看这拢是啊。婚姻馆15个新增加6例天狗日确诊病例，全部拢住伫咧高溪乡的荷包村。目前全馆累计有33例，因为荷包村是疫情热区，除了卫生局继续派人去访视卫教，并且协助疑似病例快筛。环保局也派空拍机，也个稽查员对天顶甲地面全面巡检积水的容器。某一些区域范围，我们不容易透过地面的巡查去找到积水容器，所以我们透过空拍机呢的拍摄，还有搭配我们地面的一个稽查人员部队在做地面的搜寻。到目前为止，已经寄出17张的罚单。伊这罚是要罚偌济啦？1200块至6000。环保局讲，婚姻馆14开始21天的强力执法，但是伫疫情的热区发现有积水容器内面有水汽，是罚6000。那毋是伫咧热区内面是罚1200，希望民众赶紧将有积水容器内面的水清掉，除了袂被罚钱，也避免被感染。记者综合报道。电风上头，咱来看花莲县府推动海洋保育计划。利用已经买爱的军舰或者是设施，放伫咧盐寮顶顶的海域，增加鱼仔甲虾仔的栖地。经过几啊年的观察，这鱼仔虾仔数量是有增加，不过海洋粪扫并无减少。目前敢会当靠会晓创水味的技工来斗清理。为了要保育海底生态，花莲县政府自2003年开始，伫盐寮海域利用废弃的军舰、电火条啊、钢铁等设施做鱼搭放在海底。并且伫2011年就志工成立巡守队，经过20几年，这么创水落去海底就能看到成果。礁岩上面整排的都是龙虾，然后还有九孔，那当时也48800颗九孔苗在底下，所以说这个九孔现在都已经逐渐的成长了。另外，就推平海域是花莲重点的选路区，因过因为小高乱溪所带来沙石，对作业生长正不利，再加上各种的海洋废弃物。就像是底团鱼蚌愈来愈多，就要靠志工创水落去海底清，维持海洋生物的栖地。至少有120种的不同种类的珊瑚礁，所以是可以说列为全国之冠呐。就是说这个地方有那么密集的珊瑚礁在史蒂平这个区块，那值得好好的来保护。县府讲，放鱼搭的地点，即马拢已经规划成做特定区域，规年冬天拢禁止掠鱼，违规的人将依违反渔业法第65条，罚3万到15万。保护区那我们距离500公尺内都是禁止这个刺网渔业的一个作业。我们民众如果有发现的话，有非法渔业的行为的话，我们请拨打118。县府也提醒游客来生态区耍的时阵，要把家己的粪扫炸走，才袂互粪扫流入去海洋，破坏好不容易才活跃的海底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办理100年公会堂人物影像民族志的计划，今年邀请画家郑桂英、桂坤祥，甲传统古仔顶的艺术小才干，希望透过影像的记录，甲这老艺术创作的过程、工法甲手路，隆重保存落来。
画画这个东西，大概就是说，它是一种兴趣的欲望吧，哈。今年93岁资深艺术家张桂英自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过去捌担任过高中老师以及台湾艺术学院教授。伊的作品风格主要是在抽象参实体之间，讲到选择学画图的过程，心肝内拢是感想。在那个时候，女孩子学画画，好像人家都是这个是没有出路的事情。到老了为止，我觉得呢，自己选择的路是好像蛮幸运的。传统歌仔顶，不论是凤凰，也是人的造型，优良的手工加上活跳跳的表情，这是艺术家肖在干老师的作品。我的画面甲别人的画面无同，我的画面是看过就有迄样的物件会形出来。因为古的画面就敢若细细角角，敢若胶囊的安尼啦。我们用影像保留他们的即时的故事，那非常的感动而动感。那这也是文化部在提倡文化平权跟在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策略。今年的100年公会堂人物影像计划，邀请到张桂英、魏坤松参肖在干老师，希望透过影像记录，将艺术家创作过程以及人生故事永远保存落来。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看，伫台南有一个铁工，伊利用歹铁来做雕像，彰显农村社会情景，希望甲早前吃苦打拼的精神记录落来。伊讲，伊为一个铁工投入艺术创作，一路行来有真侪困难，不过肯拼就有出路。希望用伊的经验来鼓励即马少年的一辈。一件一件用铁仔做出来雕像，有农民咧牵牛，有渔民咧拍网仔，这些拢是来自台南的艺术家林允立的手艺。过去这中国时代，伫这块土地拍拼，就是要感谢这个我的想法是伫这。66岁参政出身的林允立，原底是咧做铁工，不过伊嘛将对艺术的兴趣用铁仔来呈现，记录早前农村渔村的生活。伊嘛望讲用伊的经验来鼓励少年辈。我嘛要甲这少年仔讲，咱做啥物代志，不管有困难啊啥，拢是爱解决。我当时咧做这作品，要行出这条路嘛，无遐简单，只有你爱拍拼，靠这物件通往看。林允立利用歹铁仔，重新搁做出因过看天食饭的农村情景，嘛希望会当互少年辈学会晓较早食苦拍拼的精神，勇敢去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南麻豆的纪安社区，遐个侪伙人逐工拢会去关怀据点上课，除了会当运动训练身体，还佫有便当通食。社区内底嘛有安排各种的活动，会当帮助这个时代训练记忆甲反应，来预防失智症。阿公阿嬷甲老师比赛画拳，赢输的人爱伫遐头搭一张大纸，大家拢耍甲笑嗨嗨。伫台南麻豆的纪安社区，配合卫福部预防失智失灵的政策，关怀据点来安排无共课程的活动，找老师来甲社区的时代上课。因为这个运动模组是训练伊的记忆力、反应力，这方面呢，因为这是要延缓因失智。时代人来到社区，不是干那运动呀，都会当互因促进脑循环，活化因的脑记忆力。除了替长辈安排课程，关怀据点也提供长照服务，有志工到3工传便当，互来遮阿公阿嬷拢会当食好健康、食好饱。我这老人身心健康、体能上的一些活动以外，还有一些脑力的激荡。我有这个长照2.0的哈，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拢有供餐，还有一些健走的活动。社区3不5时也会带阿公阿嬷出去佚佗，透过参与无共活动，来帮助时代预防失智，保持心情快乐，提升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动物看煞，咱来看食的。佛寺是泰国真重要的观光景点，即嘛有做食业者因模仿帝王庙内底佛塔顶悬的花草来做鸡仔饼，去遐行台游客毋但食到欢喜，阁透心凉，嘛有真侪人会哪食哪做伙翕相。苏下路啊，听过鸡仔饼题材，看顶头的花纹，真复杂，真庄严，真水。
这是泰国的食品业者5月开始发行的新的鸡鸭冰黎明指挥，生意袂歹。ก็รู้สึกว่ามันแปลกตาดีสวย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ก็แตกต่างจากไอติมทั่วๆไปที่เราเห็น泰国真侪佛寺甲佛塔拢是有名的观光景点，因为国内外游客拢真爱来参观。泰国的冰品业者就用知名的景点电王庙，又搁叫做黎明寺内面的佛塔装墙的花纹做成鸡鸭冰，有2种口味，蓝色的是芒花蝶豆加椰子泥做的，另外一种柑仔色的是用在地泰国泥地做的。游客来遮拢会买一支甲佛塔做阵翕相。Beautiful. Really stunning. I don't think I've seen like an ice pop that looks like such an intricate pattern before. So I got like a picture with the background. 业者认为泰国有正丰富的文化遗产，因过真少人会详细来体验观看。怎么甲文化的细节转换成这大家拢会人接触的鸡鸭冰，除了互游客正凉，也让互更加侪人发现装墙花纹的水。也有一寡游客会摕鸡鸭冰甲装墙的纹路来相比对，找普通时可能无去注意到的景色。因为这款鸡鸭冰的收入会用伫咧寺庙的修理、佛教的教育，也个出家人的医疗费用。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3度。一个未来3天的天气。天气真烧热，大家水都要加啉寡。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